再来看，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，甲一个中国籍的女子爆发着婚外情，宣布退选。经立委区议来压料，讲这个女子叫做张晴，伫中国江苏昆山市一间夜总会咧上班。因为甲赵天麟谈判无顺利，才会揭出着滚下张的相片。区议阁讲，张晴伫2014年进入着中国一个重要的统战组织。赵天麟嘛是伫迄个时阵进入到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，恐惊即个中间有啥物款的阴谋甲温情。赵天麟是来回应讲，拢是乌白猜测，无影无迹的代志。不会再胡乱猜测了，这个都是莫须有的事情。民进党立委赵天麟讲，这拢是无影无迹的代志相片是安怎流出来？谈判没有成功嘛？对。这个女的一气之下就给你哗啦全部给你爆出来啊！前立委区议昨伫网络节目表示讲，赵天麟的婚外情会用压出来原因，结果入面写讲，伊叫张晴，唯一的职业记录是昆山一间豪华至尊的会所，是有小姐陪酒的 KTV。佮讲张晴到国家开放大学行政管理系去补学历，2014年嘛进入一个重要的统战组织。邱玉讲了些什么？其实也不能尽信的，就全部都要证据来做一个调查。如果有涉及到国安，每一个人都不能排除于之外于法律的规定，而不是所谓的写小说或者道听途说的方式。我觉得那样对于台湾社会或者我们的民众，并没有办法来解读和来释疑。婚外情对象被质疑是强点和赵天麟中美人格拿赢，要求公安局爱对战。公安局介入调查吗？高检署还有调查局，他们已经在收集相关的资料来进行了解当中。特色风波演变成，互人质疑讲被统战甲闹涉秘密，就算有太太的收听，也无赵天麟的婚外情的风波，恐惊一时未停止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